歡迎大家收睇，我是美食小主播第2集。今次紛紛讀書會嘅成員又來為大家示範拍片介紹美食，請大家細心欣賞。大家好，我哋係美食小主播，我係4A 班楊希喬，我係4A 班溫軒偉。今日我哋要同大家介紹中國8大菜系中嘅粵菜代表菜白切雞。白切雞咧係粵菜中嘅經典名菜，喺廣東清遠同湛江嗰邊最出名。佢嘅特色係在於清鮮嫩滑。製作嗰時咧唔使加任何嘅調味，淨係需要用熱水浸熟佢，以保留個原汁原味。做好嘅白切雞皮滑肉嫩，食起嚟清爽，一啲都唔油膩㗎。配上咧香香嘅薑蓉一齊食，味道超級好，大人小朋友都中意。多謝大家。大家好，我係美食小主播朱樂兒。我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下中國8大菜系中嘅粵菜代表菜白切雞。白切雞喺廣東入邊好出名嘅一道菜，講求清鮮嫩滑。佢製造嘅方法好簡單，首先要將新鮮嘅雞醃製，用鹽、薑葱汁同埋少許嘅紹興酒撈勻喺雞身嘅內外。水滾之後，我哋要放入雞，用中火蒸20至30分鐘。最後熄火之後，唔好即刻開蓋，要繼續焗5分鐘。做好嘅白切雞皮滑肉嫩，食起嚟清爽又唔油膩，配上香香嘅薑葱醬一齊食，味道勁好食，大人細路都中意。多謝大家。大家好，我哋係美食小主播，我係5B 班嘅李海玲，我係4B 班嘅鄧盈嘉。我哋今日會講嘅係徽菜嘅芋泥炸燒雞，名列中國4大名著。佢選用咗優質嘅麻雞、京醬、滷等多個工序做成嘅，特色在於色澤金黃、酥嫩脱骨，口感鹹鮮醇厚，連骨頭都有。藥草同肉交融嘅濃香，係徽菜重火功、重完美的經典代表。多謝大家好，我哋係美食小主播，我係4B 班楊慧，我係4B 班陳欣慧。我哋今日要同大家介紹閩菜之首代表菜佛跳牆。佛跳牆係閩菜之首，起源於福建福州。這道名菜有很多材料，例如有鮑魚、海參、乾貝等名貴食材。加入少量慶酒以文火煨製而成，口感嫩滑。湯汁濃郁，非常好味㗎，多謝大家欣賞。大家好，我哋係美食小主播，我係6A 班嘅楊佩石，我係6B 班嘅溫林。我今日要同大家介紹一個中國8大菜系中嘅粵菜嘅代表菜白切雞。白切雞是粵菜的經典名菜，以廣東清遠及浙江等地最出名。其特色在於清鮮潤滑，製造時不加調味，僅以熱水浸熟，以保留原汁原味。做好的白切雞皮滑肉嫩，吃起來清爽不油膩，配上香香的薑葱一起，味道超級好，大人小孩都中意。多謝。